覺得自己佢可能成為帝王大師，加上你又覺得自己嘅天分，咁你應該點做好？天分同努力邊樣更加重要？大部分人都中意嘅一樣，但係喺呢度你要兩樣都要接受。天分好關鍵。喺 Atomy 生意入邊，有啲人只係讀完小學甚至更少，但佢哋都做到皇冠大師同帝王大師。雖然學歷有限，但係佢哋嘅 Atomy 生意做得好出色。佢哋可能冇正式學歷，但係天生就好醒目。但亦有啲博士睇落好似咩都唔識，佢哋讀過名牌大學嚟到博士學位，但做 Atomy 最基本嘅嘢都搞唔掂。咁樣嘅人有咩特質？佢哋可能學歷高，但好自我中心，佢哋睇唔起其他人。其實呢個先至係佢哋真正無知嘅地方。佢哋淨係識批評拍檔做嘅嘢，仲成日潑冷水。相反，聰明嘅人會點做？佢哋會讚賞人，俾動力同埋表達感激。有智慧嘅人會扶持身邊人，俾人勇氣。如果你覺得自己嘅天分點算？你應該點做？如果你唔係靠天分，就要靠努力。呢個就係我嘅故事。我唔係特別有天分嗰啲人嘅。有證據，我由小學到大學嘅成績表都證明咗呢點。但我真係好勤力。我唔係天生聰明，但我創立咗 Atomy 嘅獎金制度，全部都係靠努力同專注。歷史上有邊間網絡營銷公司可以好似我咁嘅，有超過1000萬會員，喺27個國家有分公司，銷售額以兆韓元計，仲要一直堅持用原本嘅獎金制度。咁我所知係咁，我下定決心要創造一個完美嘅獎金制度，為咗微調咗我3日嘅瞓覺，淨係有天分係唔夠嘅。所以今年嘅口號就係要麼卓越，要麼極致。有天分嘅人都要做出卓越嘅工作。所謂卓越，就係要有公務員哋嘅投入同認真。即使最有天分嘅人，都要實實在在咁做足8個鐘頭嘅工作。喺呢8個鐘頭要做啲咩？就係打電話識新朋友，解釋業務模式，分享公司願景，介紹產品，仲有拆解獎金制度。你一定要有基本功夫。如果你唔擅長呢啲技能，咁點算好啦？就要加倍努力。有天分唔代表你可以唔使做嘅就得。如果你嘅天分就要用努力去補翻，唔係話只可以喺其中一樣，兩樣都要有。態度係一切，你聽過呢句啦，係咪？態度係一切，不過其實心態更加重要。有句說話，心態決定一個人嘅態度。一個有志向、真心想要成功嘅人，喺對眼發出嘅光芒，係同佢已經認命選擇嘅失敗嘅人完全唔同。重點就係心態，真係好重要。問題係你嘅心態成日都會變，咁你點樣可以確保自己嘅心態保持堅強同埋向住成功？你要用說話去控制自己嘅心態。有啲人就係成日都講生活幾咁辛苦，人生真係好難頂，我頂唔順啦。佢哋就係唔停嘅投訴，佢哋唔係因為生活真係艱難先嚟講，而係因為佢哋成日講生活艱難，所以生活先至變得艱難。一切都係由你把口開始。
一個失敗好似行屍走肉咁嘅人生，都係由你把口開始。咁一個成功人士嘅旅程，又係由邊度開始？都係由佢把口開始。所以正面嘅說話好重要。正面說話，試下睇下自己有機會成為皇帝大師。全世界嘅人可以100%肯定自己一定會成為皇帝大師。其實唔成功嘅機會通常高好多。如果你懷疑自己有冇能力做到皇帝大師，就不斷重複講：我一定會成為每個月賺10萬蚊嘅皇帝大師。我要每個月賺10萬蚊，我要每個月賺10萬蚊，我要每個月賺10萬蚊。繼續大聲咁講出嚟。各位，你嘅目標一定要夠大，你哋視野要夠宏大。你成日都會聽到人講：我遇到瓶頸啊，我停咗喺度啦，有障礙擋住我。呢啲障礙你唔可以減少佢哋，亦都避唔到。記住，態度決定一切，態度係關鍵。你嘅心態決定你嘅態度，而你嘅心態係不斷變化嘅。而控制心態嘅就係你講嘅說話，保持你嘅說話正面，成日同自己講你做得到。